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续接来讲第4讲有关约书亚的圣经所记载对咱人生要安怎征服这个困境的这个主题。咱伫咱的拄则所读的圣经节是一段伫约书亚记第2章，应该是全章的故事。咱只敢读伊其中的一段重点。稍等下，咱会通过来复习这个经文吼。咱伫这个所在对这个经文要学习什么呢？就是讲，伫咱今年吼，是这个有一个足出名的这个圣经的软体，叫做这个 U version。U version 呢是安尼。世界足侪版本的圣经，拢会让伫手机对电脑，拢会让查出伊的经节，真方便，真好用。伊的即个软体愈来愈丰富，也会当记录，也会当灵修，也会当你无用通看，用听的拢是叫即个 APP 内底。这 YouVersion 呢，伊伫最近发布一个新闻，伊讲2017年，就是今年全球全世界，大家咧献圣经，也是讲咧查圣经。因为电子圣经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若甲看，你若甲做记号，伊电脑就通记录，讲偌侪人看，偌侪人显就对吼。伊讲标记全球上受欢迎的一则圣经节，这嘛真趣味。倒一节呢，咱现在约会到第即节，上出名、上侪人翻的圣经，就是咱读的约书亚记第1章第9节，第1章第9节。我要招咱兄弟做伙来读这节，讲你有受到这段的感动无？台语的来，预备来。我兼无命令你嘛，你着勇敢壮胆，无得惊，也无得论，因为你无论倒落去，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伫咧。哈利路亚！你有这款的确信无？你无论去到倒落，耶和华要甲你相甲伫咧。安尼，咱有啥物通惊吓？世间一切所有的物拢损失去，但是若有耶和华甲咱同在，咱拢无惊。这是咱的一个信念，也是一个勇气的这个上原基础的所在。也毋过，伊有个统计咱台湾伊讲全世界是7节就对啦。台湾是倒1节呢？台湾嘛是真出名这节经节。咱台湾出名的经节是罗马书8章28节，罗马书8章28节，这嘛是另外一种的信心啦，咱一番做来读这节好无？预备来，各咱在万行事3甲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有影？万事3甲来，意思是讲你一日面对的世事千百项，你要哪去面？你要哪去家己去选择咧？逐项事斗来，拢3甲来。但是呢，你若听上帝，迄个歹的要过去，迄个好的要留掉咧，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掉。你欢喜受掉，你欢喜服侍，你欢喜用时间来献祭给上帝。你通想讲这是一个假来无路用的，毋是啦。这句话就是讲，你伫你家己所委身的事尽中。万行事3甲来，就要互咱听上帝的人，拢得到利益。所以，若是有这2节圣经节，我相信今年咱家己无论经历任何的好歹、挑战、失败、成功，你拢知影讲，我若勇敢壮胆，我若听上帝，你就一切主要引带你来经过。所以咱在读这段约书亚记呢，有真好的一个起头，就是全世界的人拢纪念这节约书亚记第1章第9节。当然，今日已经进入到第2章，就是约书亚已经领受使命啊。伊对伊这另外3个半支派因的迄个私心也已经用伊的身份来化解啊。大家当心一哩，然后就是开始要面对过河。头一个上勇的对敌，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
啊，咱后壁会阁看到亚利哥城是到底是安怎会遐尔威胁？所以呢，约书亚有真深的即个战略的即个知识，伊讲需要派侦探去到迄个所在，伫遐来看情势就对啦吼。啊，咱就要来想讲，拄到一个逆境，拄到一个困境，人的态度是啥物？到底你拄到困难，讲这是这代志来啊，袂前就行生顺顺啊。所以呢，有一个开头，一个小小的故事啦吼。幸福人生，咱今仔日已经进到第4，就是拥抱意向吼，第1阶段的第4讲吼。咱今日讲的是讲地理环境。咱有看到这张海报吼，这张海报牧师最爱，这张是安怎呢？叫做台湾山的3姊妹。伫咱这个宜兰甲新竹的迄个深山的内底，有3丛吼生做挖做伙的台湾山。这三丛台湾山吼，因为足深山哪来，所以无人甲破坏，发了非常水，非常直。这台湾山吼是世界上悬的树的其中的一种。特别号台湾这2字，表示这个台湾的特有种。这个海报是安怎呢？就是讲，伫今年年初呢，有这个咱台湾的这个环保的联名，因感觉讲台湾的树遐尼水，是毋是会当照着请一个澳洲的专家，就是翕树的专家，来甲咱这3丛水的树甲翕起来，成做一个海报，嘛成做一个环保的宣传。真正有影，伫澳洲有一对夫妇，伊是翕这个树的专家。兄弟姐，你看这丛树嘛无啥奇怪吼，都按照远甲翕的。其实哦，这丛树是几啊百张的电子相片，一段一段接起来，一段一段接起来。是安怎呢？因为你若用一般的镜头翕吼，若对下骹翕，下骹迄个树棵足大棵对无？树尾怎无看到？你若对空中翕落来，树丛足大树头看无所以伊就是伊叫做平面的吼，伊长身的照片，就是伊树就是生做安尼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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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吼，这丛树你若注意看网络内底有这个相片，迄树尾顶悬有人伫遐呢，徛伫遐，安怎呢？伊拢看守伫迄所在咧雷东雷西悬甲低，迄个翕相机一节一节伊接来，差不多发动几10人，即爬树的专家，迄爬山的专家来甲伊翕，经过足久的时间才翕起来。后来呢，即个环保联盟就甲制作即张海报。即张海报呢，伊就是变做讲一个义卖就对了吼。你若奉献500块，伊就送你一张，这个钱才做环保的路用安尼。我现在讲用这丛树互咱做一个开头吼，引起咱一个趣味就对了吼。这个台湾的环保者甲澳洲的这对夫妇，因为着要翕这丛树，用足侪办法，因为这丛树吼，悬70公尺，几层楼20层楼咱的教会才6楼尔吼，你都爱三栋的这个富强教会才会当到迄个树尾顶安尼吼。这种树呢，互迄个卢凯族吼，甲伊号做啥物？讲撞到月亮的树，因咱昨较早啦，伫无爬去顶悬，伫下骹看讲，都迄树尾吼，都甲月娘拉做伙安尼吼，就个台湾山的3姊妹的故事，悬70公尺，差不多20层楼。咱咧讲到这个是咧讲，有一个小有这个小故事，就是人看到这丛树，有无共款的心境？看到这种树有无共款的心境？好，但你有想要爬起哩无？有无共款的心境吼？普通人想讲这遐悬无路用无法度莫插伊吼。但是拄着霸道的人安怎？伊讲甲我挡路，我就甲你抄起来。咱台湾有足侪大丛好树吼，就挡着人要起厝，就甲厝起来吼，甲抄起来安尼。
啊，较早咱较无即款环保观念，想讲啊，这树啊遮多，台湾吼上无欠的就是树啊咧，吼啊较多嘛有，搁种都有啊。但是有的人吼，咱台湾慢慢种观念出来，迄种老树吼，毋是干那伊的生命，伊的寿命长尔，是这种树带着侪人的记忆，带着文化的意义。啊，所以咱慢慢吼，较早的即个民间宗教，有诶甲树啊当做树头公啦，啊伫遐咧拜。啊，咱若经过东门路到迄东门路到即个中学路遐，就一丛吼大丛青啊。啊，即种嘛是种环保观念咧，伊都该当做神咧拜啊，无人敢去卡伊啊。我的故乡吼，平湖七米即两个名吼。啊，人拢若对着牧师讲好，牧师啊，恁七米拢大拢水，拢美人咧吼，七米人安尼吼。啊，较早有时连食牧师互算在内就对啦吼。啊，其实咯，七米毋是即个意思啦，伊七米人是因为，就是讲当时吼，啊，伫明朝时代，因为有人啊，迄阵海贼啊，上起来到即个陆上吼，迄小岛要来提水，啊嘛看到人就是要抬啊要抢。啊，拄好伫迄个所在有一个井，啊，迄个井吼有7个查某囡仔伫遐，可能在抢水啦吼，啊，在洗衫，也是咧款安尼，啊，遮个恶徒呢想要甲欺负，所以7个查某囡仔吼想着讲，我无想要做着这种侮辱，全跳落迄个井，啊，就伫遐来死啊！遮恶徒，遮个海盗就离开去啊，啊，离开去只好啊。无人甲救，啊，就死。啊，遐个装车的人感觉讲啊，遮个人实在是安尼，遮个查某囡仔非常的安尼精捷就对啦吼。到尾想讲，这井都人遐侪人伫内底啊，所以因就甲土甲吞起来，好，啊，迄井都无路用啊，就对啦吼。啊，无拍算讲，过一站时间，迄个树边发7丛树啊出来。啊，当这有点仔神话故事啦吼。啊，有人咧研究讲，即丛树啊是啥物树啊呢？吼，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咧讲，迄丛树啊，毋知啥物科、啥物种就对啦。有迄种树啦，无毋对，但是哪伫遐发出来，啊，就真奇妙，已经3、4百担啊，啊，拢定了青呢。吼，嘛有真神奇的所在。但是我咧讲的是讲，有人家当做一种神咧拜的时阵哦，讲去挽伊的叶啊，对，巴肚疼安怎吼？啊，煞因为安尼，迄树啊就保留起来。吼，啊，咱这种树头公，你就袂使后边去甲叮当咧，吼，啊嘛是留起来。但是咧，有一段时间，咱台湾人为着经济发展，啊，较早吼，伫迄个庄骹有啥物所在大樟树啊，伊要起厝啊，规起起来。到后来慢慢政府有人咧抗议啊，政府讲啊无，我来甲刷灾吼，甲即丛树啊刷灾安尼吼。哇，树啊是咱台湾上水的风景，啊，所以即对。澳洲的夫妇吼，伊讲一个感言，伊讲吼，台湾人吼应该为着恁有即款遐尼水的树来感觉骄傲，来感觉骄傲，嘿。啊，当一人面对即款大樟树，第三种的环境，第三种的心理就是讲，我为着要治理即个环境，我无甲伊错掉，我嘛无闪开，我就是用腿甲爬。啊，讲即3丛，即个姊妹吼，台湾3个3姊妹呢，因就是用遐现代的即个爬树啊的吊索，啊伫遐溜来溜去，啊来完成即个翕相的即个任务啦。啊，咱讲即个故事是要互咱知影讲，你面对困难有足侪种想法，一种是逃避，一种是啊，甲我挡着我就甲伊拆毁，甲你错掉啦。另外一种是讲，我目的是要爬去你树顶，看去水的风景啊，我就用尽办法，用腿，用现在迄个爬树的索啊，爬去到顶悬。啊，这个讲起就今仔日咱看第2章的故事内面所得到的学习。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第2章若要完全讲了，啊，咱这个圣餐的时间无够，所以我要今仔日来讲前半段就好吼。咱拢知影人。面对态度、环境的态度，有足侪种的想法。有真侪人吼，有一种心理，就是咱一句话讲，叫做“千金难买早知道”。有的人经过困境，伊就软去啊，伊就退去啊，伊就闪避啊，
伊就倒退啊。有时咱教会有啥物工需要服侍，有时你迄个时阵可能心理准备还袂好，讲我袂晓，我无法度，你就倒退啊。但是当这个工成就了后，可能你想，哎呀，我迄阵哪会信遐软只？未前做，你就话讲无法度，无路用。哇！到后来感觉讲真后悔，互迄个千金难买早知道。有时咱拄着社会，拄着咱生活，也是咱家庭，嘛是拄着困难呢。经济上的困难，咱找头路工课的困难，常常拢会退去。但是当代志过的时阵，咱想讲无彩，迄阵我若安怎做就好。常常拢有即款的即个后悔的情景。但有的人是安怎，拢埋怨，哎呀，投资失败，讲这社会吼，这竞争伤竞争啦，这个社会吼无公平啦，拢怨叹环境，埋怨这个环境。但是有的人毋是哦，有的人是逆境的中间，伊去找到新的出路。就是逆境互我知影讲这条路袂通，我来试看嘛咧。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吼，伊讲足侪成功的人士吼，你拢想讲一定是有父母底荫啦，若无吼，就是有甚物款的迄个目睭吼，人甲帮忙，真侪拢毋是啊。即个克服环境的人，因就是安怎，甲食苦当作食补，甲困难看作是另外一种学习。加侪的失败，看作是你交学费。所以呢，侪环境虽然临到你，但是你的心境无受影响。所以呢，有的人感觉讲，哎呀，拄着困难，环境遐尼歹，你就埋怨，你改变袂去，你就伫迄个所在伫遐来批评。但是有人是讲，毋是你我拢改变环境，是我改变我的心境，我的心境若改变，难事会变成是一个激励的事。迄就亲像咧爬山共款，哇，迄个山遐尼悬，你袂前个骹就软啊。但是有人讲毋是啊，我若有一支登山杖，我一步一步，有一天我就会到。拄啊讲到树吼，足侪人听见一个真出名的故事，伫即个苗栗当时遐，迄山顶有一个大雪山，大雪山一个足大的林场吼，中间有一个私人的林场，有一个私人家己的林场就对，拢做杂叶山，有时有一个人家号做赖桑，姓赖啦吼，人家做赖桑，这个人，伊吼。伫少年时代，因为伊的家族是咧开货运车，所以算讲伊是一个头家囝就对啦。所以呢，伊竟然无去甲伊的家族做伙，佮发展伊的事业。伊甲伊应该有的迄份吼钱摕来创啥物呢？伊摕来买遐个山地，遐山地根本都无啥物特别的路用，也袂种做起啦。足侪人拢是甲种槟榔，吼，咱知槟榔吼。迄收成袂歹啊，但是呢，会破坏着迄个环境啦。但是伊安怎呢？伊决心讲好，伊要种树啊，所以呢，伊就开始甲伊的钱，甲买山一条山内底吼，后人倒粪扫，遐个槟榔树，遐个侪的山头，伊就一个一个甲挖起来，请人甲挖起来，粪扫车走，然后去买。台湾上好的遐个树苗，吼，希诺去的，吼，也是遐个侪安尼会当久久长长的树栽，一丛一丛搭栽。讲到今仔日吼，已经栽20几万丛，原来伊的太太甲伊的囝拢讲阮这老爸吼，读甲歹去啊，钱毋趁，走去山顶。穿一双咱的护鞋，夹一支迄个骨头安尼，就爬去山顶，就去做工课，做到下远才落来安尼。但是到几冬后吼，因太太甲因囝吼，互伊的
勇敢来感动着，啊，对伊去你建造，讲开几啊亿，已经10粒山，讲这是咱台湾上大一个林场。伫法国有一本小小的册，咧记载，有那是这款的故事，讲叫做《种树的男人》。种树的男人，就是咱知影讲，伫法国的中南部遐有迄个普罗旺斯对无？大家感觉足水的所在，有一个查甫人，伊嘛是牺牲一切，一丛树啊去咧栽遐已经互人环境破坏，已经拍远的所在，伊一丛树栽。咱定定听一句对囡仔时代听的故事，讲愚公移山对无？咱拢来看讲这款人改成安尼戆戆，但是足侪人甘愿做戆人呢。所以这个赖上到今仔日吼，足侪人即马足侪人爱要去参观伊的林场啦，因为伊后来吼为着要互伊永续经营吼，伊的林场的树啊，甲树啊中间栽咖啡。因迄个咖啡树吼，伊袂当一直曝日哦，伊都爱有树影，阁有树芳，所以栽出来咖啡吼足芳安尼。所以用这个咖啡来继续支援伊即个栽树买山迄种的即个资源。所以吼有一本册写讲，伊是赖上的千年的树仔梦，千年的树仔梦。意思讲，我即个落去吼，毋是要我家己即代就要修成啊，是几千年的。伊讲，甲所有的财产放入去伫即个大地，咱台湾即个山头。所以一个人无共款的迄个态度，你要改变环境，还是要改变家己心境？这拢是无共款的态度，就面临着这个事。但今仔日我只敢要讲一个起头，就是约书亚派2个探子，这段故事，你讲。因入去到伫即个耶利哥城来探即个路，拄着一个妓女叫做拉合。咱是要通过妓女甲即个探子的讲话，伊的行做来想这项代志。当咱人若你的想法改变，你的行动就改变；当你的行动改变，就会互你的习惯改变。好，你的习惯改变了后，你的性格也要受改变。你的性格来改变，你的命运就改变。所以兄弟姊妹，这话是一出，这句话是足出名的一句话啦吼。有的人用无共款的方式来表达，但是伊源头是咧想讲，有真多的代志是你的想法无共款，你的念头无共款，你就会改变这个对代志的看法。当咱看到困难的时阵，嘛是同意思，所以当你若将环境的条件用圣经的标准甲观点，你就真正得到真正的幸福甲稳定。所以成功者拢有捌有不幸的遭遇，也是恶劣的环境来成长。但是这成功者呢，伊认为逆境就是新的机会就对了。这条路行袂通，我就会刺激我的潜力，我的思想，我会改变，想做一个新机会。因为你为着要脱离无好的环境，你就要认真打拼，然后成功改变环境。毋是受伊拍倒，毋是离开，毋是退时，毋是逃避，是你看做是新的机会。拉合面对这个险恶的环境，是因为拉合吼，圣经来讲是妓女啦吼，但是有圣经的这个研究学者讲，妓女这2字呢，可能较毋是完全讲伊就是咱一般所认为的吼咧做迄个人讲做乌的这款的人，伊是大概是当时呢，因为迄个客店吼咧开客店，所以呢。伊咧服务即个外客，所以有一款的意思咧解释讲，毋是完全是咧做，迄是咧做旅店的即个头家就对啦。不管如何，嗰时候伊的出身无好就对啦。这段经文咱若对第1节，你若有机会对第1节读到伫
这个尾仔赞吼，第2章就是咧描述一篇真感动人的故事吼。这个故事咧讲起着论的囝约书亚对什亭暗时找2个人去做侦探，吩咐因讲：恁去看迄个地甲耶利哥，讲因就去到一个娼妓拉合的厝，就休伫遐。所以你就知影讲，伊较找哪去找去娼妓的厝，就是表示讲，这个拉合的伊是咧开旅店，表示讲咱知影讲有迄个会跳吼，有照做电脑怪怪吼，歹势，走去是咧这个故事咱若对第1节开始读，你就知影迄个经节是遮，就是安怎呢？伊去住伫拉合的厝而且情形的下面呢，伊就是2个人住伫遐的时阵，迄个你讲2个探子一定是秘密嘛吼？人讲迄是间谍，你就爱逃避变装嘛，亲像耶利哥城的人嘛。但是耶利哥城嘛毋是安尼好欺负的呢。因虽有人得到消息讲，有2个青沙人吼入来咱这个城呢，有可能是要来探查咱的土地呢。所以讲有人就报耶利哥王，讲看今暗有17个人伫遮咧看咱这个地。哇，这个耶利哥王嘛毋是简单的人物啦。过来就是耶利哥王，赶紧就找人去拉合遐，甲伊讲，遐个来你遮入你的厝的人，你就带因出来，因为因来是要偷看这个全地。这个故事咧讲起讲，这个妇人人当初时的决定。你知影讲偷抢侦探，迄做偌重。但是呢，咱嘛会使有一种的想法是讲，这个妇人人若是贪财，对吧？这个妇人人若假使伊是安尼见财忘义的人，伊都甲这2个人交出来就好啊！我想保证这个耶利哥王毋知要赏伊偌济银两，但是伊无，因为伊内面有伊家己的心境，伊的心境有一个超越这个危险，迄个立志。所以这个故事咧讲，妇人人将2个人看捌甲藏起来，就因遮的来所在的人讲，真正有人来找我，总是因对倒位来我毋知。讲这个暗要关门的时，伊关城门的时，伊就走去啊。因去倒我毋知，恁赶紧去入，搁甲教咧，教讲恁去堆就对啊。就表示讲伊假情报，伊假报告，但是讲总是有人已经带因上厝顶，将所摆伫厝顶的麻果来看因啦。就像迄个麻吼，遐像个稻果安尼，迄搭的稻果藏乱2个人密伫内底。讲遐个人就按照约旦迄条路去入啊，到要入这2个人。到路头入因的一个出去，门就关，表示讲拉合竟然伫迄种紧急的环境中间，伊心真定静，伊知影伊要做甚物代志，伊就甲这耶利哥王派来要来掠人的这所有的巡查队甲伊报一条路，互伊对外围去，无可再危害着伊。这个故事就是讲叫拉合安怎对这2个探子来告白。这段话就是咱今仔日读的经节，真感动人吼。所以第2章会使讲是一篇精彩的谍报小说，你若可以来看吼，迄故事真精彩。因为约书亚派2个侦探入去耶利哥城，然后耶利哥王察觉派人来搜查，拉合甲伊藏起来。这2个侦探并且用错误的消息误导这搜查队，然后拉合就上厝顶来对侦探表达伊的心声。但兄弟姊妹，以色列人入迦南地拄着挑战，头一个城就是勇猛的耶利哥。但拉合的勇敢的做决定，伊无甲耶利哥王报出这2个侦探，而且是甲伊暗藏起来，是呢，这个女子伊的心内有真强的一个信念甲意志。虽然看起来伊的出身是歹，基督这2字是足歹听的，对不对？
就是讲伊是咧开客店的，嘛毋是一个安尼什么款出众的人物，但是伊竟然会通伫伊所了解的情景的下面，伊毋是陪伴，是伫伊心内已经知影，这以色列人的上帝是真真正正的上帝。所以拉合综合伊的环境，佮加上有圣经学者咧研究，当时的亚利哥王吼，并毋是好的王啦，非常的占卜，对百姓吼，安尼非常的无友善，互百姓感觉惊，无自由、无快乐、无平安，所以侪侪人伫惊吓中间咧生存，所以这个拉合做出真勇敢的决定。但是这段经节的中间，就是这个图吼，是咱伫侪侪人画这个图吼，就是这个无共款的作家画吼，这拉合把门关起，互两个探子爬起到厝顶，你看伊就用稻果吼，迄麻果来甲因砍的。这另外一种的图就是，伊这无厝顶的哈，无热砍的，都伫厝顶安尼摕遐麻果来甲伊砍安尼。这是因另外一张图，你看较美的吼。这是因要离开拉合对因讲的故事。这是因对城门边要准备要逃走。这是牵红绳吼。圣经内面有记载讲，因用红绳来做记号，准备因以色列人要来攻打的时阵做一个记号。因为这个圣经内面有清楚这个拉合吼有对这个探子甲伊讲。伊讲，因为阮有听见恁出埃及的时阵，耶和华怎样伫恁的头前，互红海的水打去，佮恁怎样款待约旦迄边两个阿摩利王西宏甲噩，就是恁所毁灭的。阮一个听见这个事就失胆，因为你的缘故，大家神不附体，因为耶和华恁的上帝伫天顶第一做上帝。但我已经好款待恁，请恁指耶和华对我怎样，要好款待我的老爸家。煞，互我一个实在的记号，要救我的老爸老母、我的兄弟姊妹，我甲一切属因所有的，拯救阮的性命免死。这段话就是这个拉合对两个探子所讲的话。这段话是真深，互咱感觉讲一个咱讲软弱的女子，竟然有遐尼大的勇敢甲心智，因为伊知影。伊有听见上帝权能在做工，讲因出埃及，哇，侪百姓，看见耶和华互红海打去，伊阁拍败伫约旦河东阿摩利王西宏甲噩，所以伊讲，阮坐在听到以色列人要来，阮大家拢失胆去啊啦，魂不附体啊！所以表示这个女子吼，伊既然是咧开旅店的，的确，人讲消息上通，人讲包打听就对啦。足多的消息、五路的消息，拢会当伫迄个客店内底来宣传。伊听了知影讲，安尼我爱做决定，到底是我要甲亚利哥城的人做伙毁灭，还是讲我要独独竞选这个拯救人的上帝？所以有人会甲误会讲，伊好像就背叛伊的城。事实是伊知影，伊的王并无好款待百姓。伊知影上帝已经应允这个地要归予以色列人，所以伊就甘愿，然后伊做真好的安排，甲这两个探子讲我好款待你，我来甲你暗藏藏起来，来救你。请恁予我一个保证，意思讲你两个探子爱予我一个保证，安怎呢？爱好款待我老爸家，煞互我一个实在的记号，要救我的老爸甲老母，我的兄弟姊妹，一切上因所有的，拢要拯救阮的性命。最后，这两个探子安怎回答呢？甲伊讲：你若无饶恕阮遮的事，阮甘愿用阮的性命来替恁。到耶和华将这个地赏赐阮的时，阮要用慈爱诚实款待你。兄弟姊妹，原来是一个要对亚利哥城毁灭的一个家庭，却是因为一个卑微的女子拉合，伊做出勇敢的决定，伊会当伫千军万马的中间，千钧一发的中间，伊伫迄个所在改变伊的环境。
这是咱要对拉合所学习到的。后次咱接来讲起伊到尾的结果，以及这个拉合对以色列人的历史所带来的改变。很希望咱即时三个来祈祷。主爱主我的上帝，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互阮通伫你的面前领受到这个上大的祝福，就亲像主要花勉励约书亚，伫拄着困境的时阵，甲伊讲：你着勇敢壮大，无得惊，无得论。无论你去到倒落，我拢要甲你相合伫地。主啊，阮慢慢接近2017年的年尾，阮准备要迎接2018年。虽然外口的时机景气并无真明朗，总是当阮坚固，亲像拉合天朝伫上帝的时阵，我要将逆境变作是顺境，也要得到拯救的记号。主，阮恳求你带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学习你的教示，行伫上帝的恩典。主啊，阮也求你保守伫阮教会，也伫过来要庆祝圣诞，侪的事工，无论是联合的赞美礼拜，或者是各小组、各团体要推动的这个圣诞的庆祝的节目，愿主你亲自来带领，愿一切拢顺序来推展。也阮为着明年所做的事工，求你也亲自保守，互阮所做工拢荣耀你的圣名。阮要做伙恭敬来领受你的圣餐，要纪念主耶稣拯救的记号。愿你互阮用谦卑的心，三个来领受。主，阮也将教会所有肉体欠安白听的兄弟，也是年长年老的长辈，交托上帝慈悲的圣手。愿你亲自施落你的医治、帮赞甲扶持。我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家互相相关怀，来看见有兄弟姊妹的需要，也是因无伫阮中间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愿阮的关心也到伫因中间。伫你面前，我要强受主你的道，愿你带领阮下面的时间，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要三甲人休息来闭慢心，来领受圣餐。咱今仔日由阮。